射雕英雄傳》。不論係仔定係女，就叫做郭靖。楊兄你嘅後代就叫做楊康啦，好嘛？呢個人害死雙親，欺師滅祖，好等完顏金九領兵南侵。郭靖、黃蓉一世情緣，生死相依。你好似我嘅朋友啊！唔會啩？我份人好小氣嘅，又點似你朋友啫？愛恨交纏，俠骨柔情，肝膽相照。我教佢功夫咧係有陰謀嘅，我就想佢學好啲功夫嚟對付你呢個臭丫頭。神掌降龍，力抗江湖血雨腥風。東邪西毒，南帝北丐中神通，群雄各據一方，看誰鯨吞天下。我係武功天下第一。咁多年來啊，都未見過一個人好似你咁好噶。我而家你要同你結拜啊！楊康，你個畜生！我真係後悔當年冇殺咗你。但願我呢生呢世未識過楊康呢個人。師父，今日終於俾我揾到個妖女，可以替你報仇雪恨。我已叩見師父。師父，佢入面有毒。邊個毒咩？三師父啊！斬咗黃老邪父女兩個頭俾我。天下間識呢招嘅人，除咗黃律師之外，仲有邊個？郭靖、楊康宿世恩仇如何了斷？天下豪傑逐鹿中原，看誰拉弓四大雕。金庸武俠經典《射雕英雄傳》重現江湖 ，DVD、VCD 現已有售。不為世俗所容嘅愛情故事輾轉流傳，生離死別黯然銷魂，苦等16年，一個諾言，一份信約，魂牽夢縈，愁腸百轉。問世間幾許情，到死誓相隨。我哋生生世世結成夫婦。我爹係咪真係罪大惡極？你非殺佢不可！佢認賊作父，人人得而誅之。郭爺，襄陽告急，神雕俠侶力退金輪法王，絕情谷上生死一線。痛痛，16年後在此重會，夫妻情深，密室信約。只要太陽未落山，今日仍然係3月初7。16年後，你對我可以稍為忘情。龍兒，你以為16年我就會忘記你嘅咩？楊過、小龍女編寫武俠情書《神雕俠侶》足本特別版 DVD，附送中英文字幕，現已有售。